土耳其人继续在国内抗议中国新疆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G8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并呼吁北京政府找出责任人，依法处理。在8国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说：“我以前在土耳其用过‘屠杀’这个词，现在我依然表达同样的意思，因为没有其他的词能形容一个几乎是种族屠杀的情形，几百人被杀，1000多人受伤。之前一天，埃尔多安曾表示将把新疆问题提到联合国讨论。埃尔多安说：‘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努力找出责任人，依法处理。’土耳其目前是联合国的非常任理事国，人口绝大部分是穆斯林。土耳其认为维吾尔族和土耳其人来自同一语言和文化，种族上紧密相连。土耳其也是维吾尔族人移民的首选之地。星期五，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很多土耳其人聚集在清真寺外抗议新疆事件中维吾尔族人被杀害。这位名为罗克曼的抗议者这样表达他的愤怒：中共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他的杀害人命和法西斯主义。抗议者呼喊反北京政府的口号，并焚烧旗帜。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承诺向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亚发放签证。此前，热比亚抱怨他曾经2次提出申请，都遭到土耳其的拒绝。